4月份不論樓市嘅氣氛同埋交投速度咧，都能夠保持3月嘅勢頭。全新嘅一手盤同埋一啲嘅貨尾單位連環咁應市，而二手市場都受到向預客嘅青睞，整體都係貨如輪轉。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料，4月份嘅各類樓宇買賣登記錄得8692宗，按月升超過1成2。根據4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綜合物業股價量係按月回落大約1成左右，但若然以工作天去計算，平均嘅查詢量不跌反升。縱然上個月有長假期窒礙咗開局，但係下半月嘅交投量係明顯咁加快嘅，帶動咗相關嘅股價查詢。估到價比率按月升1.6%，創近年一個新高嘅水平，亦都較上年同期升超過18%。隨住旺市持續，相信業主心紅反價情況將會陸續咁浮現。屆時估到價比率將會遇到樽頸啦，並且係窄幅上落。隨住逐漸步入租賃旺季，租同買兩大板塊嘅驅動底下相信樓市喺第二季依然能夠保持呢個興旺嘅。而且最近留意到作為樓市風向標嘅豪宅市道持續受到追捧，不論租金同售價都做好嘅，相信都會為後市帶嚟強大嘅支持。